谢你，阮爱快乐的生活。因为之前是讲，我爸爸身体甲中风过，就持续都不好。上海我对不卡太太就会照顾，会照顾他，又要白天要忙小孩子，晚上的时候就去照顾爸爸这样。这也是什么也比他的地方之外，所以非常的辛苦啦，身体啦哈。想起了啊那把，就是留下我。给我空白的记忆。学校说要交照片的时候，女性真的几乎都是没有照片可以交的。对啊，也是很遗憾呐。对，因为他走的太突然了，完全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就走了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脚下來。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羅時豐。大家好，我係客家甜心。嘿，今日係老熱大擂台第4禮拜嘅積分賽哈，係啊，還有3禮拜，嘿，大家做個見真章，做個第一個慢演，做個拿到流行歌曲組還有傳統組嘅前3名哈。嘿，比賽之前呢，介紹完的評審是啥？一個小先生。起司杯先生，起司杯先生，六個先生。特別介紹一位太來賓，太來賓，太人物，係今日當小啊，剛出爐的，沒有多久。你話菠蘿麵包咩？上拜來嘅係歌后，歌后，一禮拜來嘅係誰來嘅？誰來？歌王，我們金曲歌王。歡迎羅文義。來，帶嚟後台歌曲。嘅歌舞，流汗啊流水哦，心肚里只盼望見的聲音呢，有從容跳舞，從延綿嘅拍鬆踏地，一家人嘅從容行過，一座一座彎彎山頭，心事情閉口。落眼流，在強風，強強吹過春夏與秋冬，青春夢漫一夢，為了家庭犧牲有一冬，眼流下點點錯，錯點糖，故事慢慢過，兩下我愛就顧一朵龍。有時過意唔去，三不是莫痛我。希望身體愛健健康康，好點都向前方。跳舞，從延綿嘅拍鬆踏地，一家人嘅從容行過，一座一座彎彎山頭，心之情閉口。落眼流，在強風，強強吹過春夏與秋冬，青春夢漫一夢，為了家庭犧牲有一冬，眼流下點點錯，錯點糖，故事慢慢過，兩下為愛就顧一朵龍。吹過春夏與秋冬，青春夢漫一夢，為
到甲天氣sẽ有幾多，也留下點點錯，鎖定糖故事慢慢過，留下份愛照顧幾多路。谢谢。嗨，刘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Q 熊你，要多握一点，多握一点，嘿。哈，啊，多包一点好了。哎呦，刚出炉的，我跟你讲，金曲奖歌王哎，对吧？哦，我的腰，你要握到手，搞不好他会本福基本。真的吗？嘿，下一次金曲奖歌后就是换你了。哎，有机会哦。真的吗？真的那我要赶紧。哎呦，干嘛？原来你也有发专辑？你的是菠萝面包对不对？我是菠萝刚出炉的。我的是海苔夹肉松。哇，恭喜你也发片。对对对对。路的春暉，記得係上一次嚟上節目時間當發片嘅。当发片啊，对对第一擺嚟上節目就已經得獎已經誒。得獎嘅。对，他就把我们2個人的福氣帶走了。哎呀，哎文玉，你差不多參與呀創作歌唱呢部分已經有多年的時間。其實我對於兩種一比較冇嚟講，你比較我是17年的新人。已經17年17年了呀！可17年前有出過專輯嗎？有啊，我攏做給你的專輯跟嗰度歌數下給你歌，吞哦，都是大牌的呢。林姐啊，林俊傑也有寫過，還有誰？是沒有幫他寫過，但我做過他的音樂的這個演唱會的部分，這樣。真的？這已經很厲害了，你還想要怎樣啊你？哎呀，林俊傑呢，姐姐呢？對呀。而且我有客語版。啊，你又要把人家的歌弄成客語版？客語版啊。用嘞。夢裡山萬零條水，愛對後背往前走，當愛我一條長髮呀，愛天邊係滿意呢。真的，我有改啊，對，客語版，對。你好厲害！你剛剛在樓梯間一直練這首歌，就是要唱給他聽。剛好講到，不是，他剛一直走樓梯，他這個旋律真的就是很洗腦，很洗腦，對，是。那我覺得音樂是無關乎語言啊，我覺得就把這個歌填上客語詞。你為什麼後來會有這個使命感，想要做下客家專輯？哦，因為其實有一次我看到我是參加一個座談會，伊講誒客家話對我哋台灣在講50年，天中央，係啊，我談到客到誒，講有一點震驚這樣。對對對。用其他講50年了，50年，我看大概在20年就沒了。對，而且他們說早晚的事，只是它延緩。延緩流失而已。你看，因為我們這一代還算會講嘛，對，我們下一代的基本上已經不講。對，所以哈哈一推過，就很可惜。哈哈一推根本行行唔會講。快速的流失。哦，所以你就想要保留安尼客家文化。係啊，因為發現講，俺從跟你講，啊，不國外本你翻成別的語言，或者是我們把日韓的音樂翻成國語來唱，其實我覺得它的旋律換成不同的文字來唱，其實還是一樣好聽啊。對，啊，剛剛用國味來傳遞客家文化跟語言來講是最佳的。對，還好有你耶。剛剛一條很多演了清風，對，一條國外很多的改編成韓語歌啊。他好像什麼歌都難不倒他。對呀，一定係同嚟講，換上不同的語言來唱，快發片的前夕，我有做了一個影片在路邊，就把這一首歌翻成韓文來唱，跟客家話來唱嚟講，試音可能來語言，我覺得你好，結果唱過韓文的時間，明明 Q 一條國語，啊結果從彈韓文的人大蠻多，韓文客家話人鬼少。你唱的是正確的韓文還是？真的，我找一個老師，他真的教你韓文，哦真的，然後你就刻意去把頭髮燙成這樣。也沒有，很韓風，知道哎。我可以唱一段讓大家聽一下。哦，來，就剛剛那一首。我只聽得懂一句，哦哦哦。你會不會唱韓語耶？你前面唱韓文呢？其實也蠻像的呢。
好好听哦。韩语好像跟客语有一点雷好好听同哦。哦。真的很蛮像的。真的所以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，在街头唱的时候，很多人奇怪，他其实也分不出来的。那他为什么好乍听他可能是这个是韩文，我知道这个是韩国话，他可能就留下来听比较久这样。哦，今天非常欢喜哈，而且非常勇敢都有唱到那刚出炉的金曲奖歌王。你是前辈？没，我当然是前辈啊。前辈，让一下，今天让一下，对他难得来了。对，今天可能要麻烦你。你今天有任务，我有任务，麻烦你坐在那一边啊，听一下我们这个六米参赛朋友。冇問題啊。從等下唔得半條嘅意見，好冇問題。好，再麻煩咯。我的榮幸。一按好嘅準時，按時嘅準時，要得到金曲獎嘅準時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啊！你好啦，來羅老師，麻煩你啊。積分賽比賽規則，大禮拜有無抽樣嘅主題，參賽者即個選過嘅，經過6禮拜比賽，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。比賽之前當然咧唱一下線上嚟講一下評分嘅規則啦。今年唔對乜嘅主題？唔對咧。覺得問看那是葉嘉修老師。今天的主題真特別，很多肯定雅嘅書，就是你用客家話那種很客語的那種感情，來表達對你曾經給你感情、給你回憶、給你幸福的那雙手，來表達你的感謝，或者是你的另外那一種感情。所以呢，這次的比賽感情最重要，靠你的用版來表達。好，很仔細，最主要是情感投入啊！對，今天要演內心戲了。唱到冇叫迄叫嘅話可能我較冇唱啊！認真會做係。感情投入就好咧。投入就好。來有唱到 TV 參賽朋友，彭憲呢帶來因為有來彈看啊！係老艾太太結婚32年，共同來經過風風雨雨。老酸甜苦辣，今日我用這首因為有你來獻給你。因為有你，因為有你，因為。江山相態，白雲相愛，千年萬年不分開。人間風塵，相見相惜，因為有你存在。謝你本愛快樂嘅生活，本愛彩色嘅人生，什麼你本愛平和福，千金當頭開兩間，感應一生平易共度。酸甜苦辣共數遍，感謝你本愛快樂嘅生活，本愛彩色嘅人生。
帅哥美女，两位主持人好。哇动有感情的一条有哦歌曲有哦，有嘛？冲的时间有热泪盈眶，然后冲的时间哇，嘴角上扬，对呀，我听起来是很温暖，温暖，嗯，温馨。嘿，充满亚述国味歌词哦，很符合这个我要表达的心境啊。哦，虽然这首歌很好学，但是不好唱，因为它的高低音只有9度而已，非常难表9现。度很好唱啊，是很好唱，你说越可是很难表宽那就越难唱啊。是不好表现啊。哦，它没有太多，它没有太多情绪起伏的，就是比较平啊。但是它的歌词我很喜欢呐，所以我挑这一首歌。所以你的充满爱啊，从本来看秀，哦，太太唱，你个太太，看球，太太的那的，太太在我们的观众席。哦，哎，对个太太接停來嗬，但應該特別比賽其實要來。有特別就有來嘿。哎呀，大嫂愛忙裡忙外的，那麼由從頭到腳都要他打理的。係啊，結婚幾多年咧？結婚差唔多35年咧。 35年哦。係啊，一個上去創一條歌俾唐一天有什麼樣當中有乜嘅故事哦，我同大家分享嘅。第二是我發自內心的感謝啦哈。因為我之前是講我爸爸身體佢中風過就持續都不好。後來又有氣喘。三不時佢都急診去平原。上海我冇地方卡，太太就去照顧佢。又要白天要忙小孩子，晚上的時候就要去照顧爸爸這樣。這也是什麼你離開的地方之外，所以非常的辛苦啦，身體啦哈。好。還有嗎？慢慢嚟講，你看他，哇，大嫂已經哭了。哦，有想到過去的畫面都冇？有啦，係啦，就是這樣。這個講幾位叫啦，沒有說老婆我愛你。就講俾叫。啊，老婆我愛你啦，你辛苦啦。兩夫妻我相處都要35年的時間。誒，一般都35年冇應該呢，冇應該呢。我是講冇應該，冇咁簡單啦，係啊。好啦，談一下那個葉家修老師的講評啊。我是要講，這廖叔國文，你說只有9度啊，我實在講。這首歌你真的可以發揮的很多，因為哦，這首歌因為就你它總共就有3句，你就冇去設計講很用版把這些很簡短的東西，你給上清後，那片你冇叫到你上到羅弟弟嘿，去唱，就是共鳴很漂亮，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用你的共鳴啊，你冇做嘛，所以我是講。聽大雄這種你這麼好的聲音，為什麼唱歌之前廖叔國至少廖叔國之前你某一設計，就是3個因為就你可以用3個不同的表情去設計，然後後面有很多的表情，你就都冇做了吼。因為有你，因為有你，因為。我們幾位評審哦，就互相在看說，有沒有愛用品，就是跟你的原本我們對你期望的相當有落差。就有沒有按品呢？一首歌唱得那麼平哦，你要感情的歌，再怎麼樣說你很含蓄，你沒有清楚感情的起伏。所以講，我也給你的建議是說，反正還在比賽嘛，對不對？唔怕，在接下來的時候，你是從國家你要去設計。設計情緒的起伏，用共鳴的方式來表達，還有段落之間一扎絲一個句子，不要把它唱得滿滿的。你會提供用哪個方式，用版品這樣更感動人的方式廣發，然後把它挪到中國來，這樣的話，你的歌曲整個就會火起來。哦，給你這個建議，後面還有2次嘛，對不對？對。希望這個建議對你很有幫助，好吧？好，謝謝老師。按知識，你知道看價嘅分數咯，嚟。旁邊的那分數。沒有啊。糟糕了。哎呀。89。糟了一個高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還有2禮拜。好，謝謝。謝謝哈。按知識，回座休息。好，接下來。李景元帶來愛惜唔嘅人。嚟彈歌啦。
今年呢，喺我老我先生结婚36年，在我开刀的时间，佢当细心细意来照顾我，所以呢，我今日先要跳过的，我要对佢感谢老爸，爱你哦。希望你会记得，从无的路。14岁安尼国中我去联考，甲写考卷写到一半，啊，这就冲lên咯，我讲夹，啊，我妈个事情很严重，我讲爸爸出车祸，夹你更亲了我的命。早金子送给你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莫爱别三言，望你曾爱做你归。金子带数字，等人挂在心。千万记得爱给你给你，啊，不管相逢多难事，一心为你等下去。大早金子送给你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莫爱撇三言，望你曾爱做你归。金子带数字，等人挂在心。千万记得爱给你，啊，不管相逢多难事，一心为你等下哈哈，表演好。一條歌嘅糖嘢應該咩充滿另外一班糖嘅嗬。对，对。佢有乜嘅故事啊？大家分享下咧。我以前都车站上班噶哈。啊，茶庄小姐呀，有做茶莊小姐。有。哦。做10多年。10多年。10多年。哦，係相片。哦，相片。哦，哎呦。我茶庄小姐，然後戴一種帽子。國光號有冇嘅？那個是車長小姐的那個。是新竹客運。嗰樣時候有戴帽啊？有。你先生用嘅強嘅。哦，我到茶站上班，有一年咧，我個以前的初中的同學，佢來茶站，叫佢坐茶，帶一個同學，大學的同學，來順勢來請我，他跟人打過招呼以後，轉去呢。我先生佢就下先嚟咧，哎呦，佢就夾同學做嘅我先生嘅老母。老公今天有來嗎？有啊。有啊，哎呦，哎呀，你好，泰國好。泰國貴鄉。任可和。麥可夫。哦，他姓任，名可和呀。和。好，姓何啦，何先生。何先生。今天借由這個機會。老婆，你今天既然唱這個歌給他聽，你想對老公說什麼？老公，你要保重身體。好，現在我們年輕人講的跟我們現在他冇同樣。他冇同樣。年紀較大人就講補充身體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過着每一天。
这个是我期盼的，谢谢。是，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真的。那老公有没有把对老婆讲？一样，大家都保重，保重。是，让自己身体能够健康。是，对呀，走更长久的路。是，然后携手共度未来是超感。好棒，好，谢谢任可和先生。好，谢谢何先生。按你加创台条歌，加用不同的 reason 的感觉哈，创台条歌个新的编曲，这位老师你民谣版。有啲首歌曲正經非常的經典嗬，當到沉水站會唱，我係當客家向前面當會唱。既然這隻今日要做一隻新的挑戰，我們聽到新的版本。大拜堂今日這隻唱歌就像 Annie 當到很多不同，他每次上來就好像端一道菜。今日那道菜，我覺得我聽得我很當中頭麥都超軟，酸酸又甜甜。哦，番茄炒蛋。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我觉得虽然它是一道小菜，可是里面蕴藏的情感是很多的。我有感觉到它是很内敛，但是。松仔礼拜可是你出一张问题，譬如讲老师本年的编曲是这样子的跳动式，你可能就把这个歌都唱得太断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有的几个唱都跳团呢，就会打断我的情绪。然后你看，你像蔡琴唱歌，你虽然个唱老歌，但他没有太老的感觉，他是有流畅度的。我希望还有2礼拜唱歌，你要注意出几个流畅度的问题哈。然后那个声音还是 hold 得太后面了，因为你要上盆嘛，你如果那个太后面的共鸣的话，会显得听不清楚你在唱什么。没大宋小康老师的编曲这么好听，我觉得会太可惜。好，不过今日的表现还在当好啦。不過對2禮拜嚟可能嚟講，今他冇嗌 OMEC， 好冇？還有2禮拜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安子姐。哦，係咗參加歐語老師嗬，係啊，一條歌應該從細就有彈過吧？我有彈過，想講啊新的版本剛剛彈起來冇。規模共用很，因為我們自己在做音樂或編曲的時候，感覺剛剛共用最難的就是講已經很經典的東西，你要把它全新給它一個新的生命，要多麼簡單。而且剛剛他編的也很好，而且配上這個姐姐的她的詮釋，剛剛其實跟溫度拿捏的剛剛好，就加上她的這個衣服的穿着，剛剛其實真是可以適合。呀，我覺得這個任可和這個何先生真的是非常幸福。不要跟你說任可和。是，那我覺得是一個蠻幸福的事情啊。如果總分25分，你會給啊那金韻姐姐多分？24.5啊，對。哦，這個好，這個好，這個專輯一定要買。按羅文義老師的這個獎評哈。謝謝羅老師，謝謝。按看一下，今日就拿到一多分，好嗎？好來。李金韻的分數。92分，好，阿你恭喜你哈，下禮拜再變啊，還有2禮拜，謝謝，好嘛，回座休息。謝謝小金老師。接下來，總理今日帶來乜嘅歌咧？神明嘅太陽。可能。今天呢，我選了一首歌要獻給我最愛的母親。從以前到現在呢，很多的點點滴滴，跟很多的困難，跟很多的經歷，都好加在有她。讓我很平平順順的走過。那我今天呢，要帶來一首《生命的太陽》獻給她。那也希望在這一首歌曲的詮釋方面，那我親愛的媽媽呢，也能感受到。
个艰辛啊，阿妹个慈浓，拥有生命个天堂。阿爸个艰辛，阿妹个慈浓，拥有生命个天堂。照映生命个阳光，爱在你身边光芒向上。阿爸个艰辛，阿妹个慈浓，拥有生命个天堂。照映生命个阳光，爱在你身边光芒向上。哇，气势磅礴的一条歌曲，但是你唱的这是感动，感动啊是磅礴哎。这个音乐，可是他音乐做的很对啊磅礴，那我看你唱的真的很感动，哇，好像快对是快哭出来哭了。你是唱给谁的？唱给妈妈。妈妈应该怎么讲？就是说，爸爸也很伟大，妈妈也很伟大，就是从很多方面看来都是从没有到有。比方说，我们以前我们没有住的地方，没有房子，那可能房子一开始我们等用租的。因为我从小看到大，然后看着妈妈这样，其实有时候想起来会有一点心酸，就是说妈妈从小时候就是带我们这样一路带上来，就觉得说她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。这样听他这样讲，家里以前好像就是生活的比较辛苦一点，对吗？哈，哎呀，那我听说你小时候很胖哎，90公斤，非常肥哦。你是怎么养的？家里很辛苦，你还可以养到90公斤？还可以养。等一下，这位罗叔，你们家好像也3个哦。啊？你们家好像也3个都。不一样，家里富裕，请了5个阿姨。你没有那么多。就大嫂啊，罗妈妈。这是比较。然后偶尔我会去帮忙。啊，对。那你现在几公斤了？我现在才62、63。对啊，怎么突然变那么瘦？30公斤了。哦，我现在身上妊娠纹应该很多。哦，没有哦，因为我妈，所以我瘦得很健康。哎呦，你妈，所以你瘦得很。因为我妈妈都会用对的东西给我吃，一个暑假。减了几公斤？32。哦，那你很有毅力哦。因为我不想再被叫肥猪。我那真的是很有毅力，但要跟你学习一下。没有，但是这就是那个时候，我还记得很讽刺。我那时候回到学校，有没有？老师也认不出来。同学因为差太多，差非常多。这位同学，你是新转来的学生吗？还是类似这样？我们班同学啊，还有更恶劣，说你根本就不是那个某某某，你东西拿出来。他说我干嘛拿他的身份证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东西拿什么东西？我30公斤真的差很多，对，这个毅力真的要跟你学一下。但不能这样子讲啊！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一个理想一个梦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去逛西门町，我就有一个还不错的演出机会，就从那个时候就有。对嘛？对呀，是。好，所以这个努力一定是有代价的。但瘦是健康是好事，健康。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窈窕诗会，张力哈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一个生命力很有。好，他的生命力非常的有，我光听前奏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期待着你后面想要发展什么样的东西。不过今天我听你的音色，不像我之前听的那么的完美，就是我觉得你今天的音色有一点点不知道，
下面书都有一些情绪的影响，让我觉得你开始在掌握不住你自己想要呈现的那个音色的感觉。我讲的是痛音色的感觉，而不是你想要呈现的情绪而已。所以你的音色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差音，没有办法发挥出你应该有的基本水准。所以说，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上面，越剧的表现的畅流度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音色受影响，所以我们听不到你想要这么感人的故事放在里面。可是我感受不到那个感人的故事的背后的辛苦，跟你想要呈现的那个生命力。32公斤不是那么容易，好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我真的希望那个生命力是发挥在这里头，可是我发现没有这个生命力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点失望。这是我对你的感觉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按你好，来看一下你今天的分数，会多分？来，总的分数。90分，美国。哎呀，对啊，加油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努力。好，还有2个礼拜。好，拼了，尽力。好，谢谢。回座休息。真的，就把他那个减肥的那种毅力把它唱出来就好了。对，放错重点。撒下来。分明文带来不一样。当然了。多木卡爱迄蛮子，爸爸从小就会倾向来。当年爸定爱去插补店买糖的方式，不过14岁那年，一场意外，桑田老其母亲的带走的，今比我会创培养了条歌的，表达我对其的思念，相信其到天堂一定会谈到的。爱落泪，听不到你的脚步嘞，你紧行紧行，紧行紧行，爱紧天紧巧伊，你看见天空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希望你会记得沉默的路。你太累，你也有一家的梦嘞。一半欢喜，一半愁，的爱掠下的心情。欢喜你太累，你做得一家比嘞，希望你会记得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紧比紧高，紧比紧耶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紧行紧远，紧来紧逝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紧比紧高，紧比紧远。希望你会记得
你一定会记得，记得了条全部的路。帅哥，你们讲。上礼拜唐童雅嘅分享嘅故事非常的感动人哦，根本你赤洞一生坎坷呢。对呀，你又什么事都历练到了，又让你勾起什么不好的回忆吗？从细到大哈，就木卡量都太差貨啦，啲到就爸爸。上禮拜唔講，即係發生嘅事情嘛。上了多係我爸爸，我爸爸咪因為查甫過身啦，係14歲。叫嘅時14歲。14歲，你國中我去聯考㗎，嗰時候讀木卡要選萬字啊，萬字阿爸就親寫啦。你都會用啲字嘛？一隻阿哥2隻這做下滿字，就木卡就親寫，因為我爸算叫我㗎，因為佢老兵啊，退伍老軍啊。佢叫我噶，佢就好多些，所以我當時噶，佢就有年紀人啊差唔多樣嘅啦，就傾向嘅啊，啊，嗰時就想講啊，你要叛逆，啊，從這邊下個台，啊，你就叛逆啊，嗰時咪想講老爸爸咁樣，要報考軍校，結果爸爸就講，啊你。好難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啊！就讓他報名表差的啊，差的就都嗰時愛聯考前呢，都期末測試噶，就跟伊9點人下考卷下到一半，啊這就重點咯，我講夾，啊講某個事情很緊張，我講爸爸出車禍，夾佢見親友過一面，啊，就。到嗰時就一隻心啊，就想講爸爸也冇報到軍校就歸去冇托，我嗰2年當廢哦，都心足人人分幫派嘛，個親冇最不好的例子啊！啊，家匆匆的又想到是個妹嘅，就講我爸對我很好，啊，我妹嘅從細又冇媽媽嘅，就講是個做阿爸。又冇做到只像我爸對細人嘅，很有慈愛的心嘛，就講有慚愧啊。國語老師寫嘅歌詞，我想到講，可能我是個妹嘅啊，佢當獨立啦，佢考試嘛個從來唔是我寫，冇補習冇嘛個，佢都嚟考到國立大學，真強啊！就講。我哋只爸爸做下冇多啊，就可能佢了讀大學唔是依靠我，就像嗰時寫佢堅比堅高，堅比堅嚴，真嘅。有時咪想講，一大同天爸比嘛個，有時佢有把磨痕磨折，想到心都痛痛。對鏡頭同阿妹講一下。係啊。慢慢嚟講冇要緊啊，嚇。一定。爸爸比較慚愧，媽媽走之後，雖然我是身兼母職，但是我是覺得我做的還是不夠，希望你能體諒爸爸。爸爸因為比較忙，從過年後到現在都沒看到你，只能電話聯絡。希望你原諒爸爸。我想飲。你哋做爸爸對妹嘅。係啊，佢按托你，嗬，按乖，也唔算少，唔算煩惱，而且個也做到很好，嗬，事業做到很好。而且個也唔是煩惱很多，係啊，佢清楚也都。對人妹較排斥啦，較冇照顧到嘅啦。我想人妹一定會了解啦，會了解。哦，羅老師，羅老師，你這個場面你自己收拾。
其实我真今日在今日的过程当中，我当深刻的谈到一件事情，就会感动。亚条各位，你今日发挥出了你的感情非常的到位。先讲感情的部分，可能就是因为你个人生经历过很多的事情，所以当你创作描述各位对你这个特别有感触的事件，你会把那个情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。你做的一个比例。梦已袂记得，全部的路。虽然讲今日人嘅歌声唔係按腔里，甚至有一点点的比较脏哈，弹音也较重哈，但是我愿意去忘记你那些小缺点，因为上次的唱歌嘅唔单止係唱歌一件事情聽聽哦，你所能帶給聽眾或者是觀眾那個感動，其實來自於內心直接的接觸跟衝擊。你今天做到這個事情，所以我要鼓勵談下一句講，雖然我前面給很多禮拜來講，有個分數一直沒一理想，就是在猶豫中間後面一點，中間後面一點之間，那給並冇含義哦。如果說你抓對今天這個方向去發揮的話，好，讓你衝過一個感情，自然的流瀉出來，你還是有機會進前三的哈。那這是我要鼓勵你的地方，好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好，安子謝。文玉老師，對，文英，跟唐啟聰很感動，這才感動。因為有一句話說生命如歌，我覺得他的生命一站出來，其實剛開口唱的時候，我其實就起雞皮疙瘩這樣。那我知道這個歌的整個背後的故事，那再加上聽他講哦，我就知道。哇，真的是就像剛剛國立老師講的，你會忘記那些破掉的沙啞的心或不完美的那些技巧，可是我覺得它呈現出來的真實的情感，我是真的對人家一個很直接的一種衝擊，我覺得真的是很感動這樣。那我相信你在剛剛表達對你女兒那一段話，我相信如果她看到，我覺得她會覺得我以這個爸爸為榮，我覺得你真的做得很好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好，謝謝安子謝。你來面對現實，看一下人嘅分數好冇？來，翻面我的粉書。那這首歌呢，真的是唱的，我剛剛跟哲偉在說，感覺到像客語的江蕙一樣哦。今天聽你唱老喬以後，我真的覺得你進步太多了，進步的超多的，我真的好感動。來，翻面我的粉書。謝謝啊，都好，兩禮拜再變啊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謝謝，打起精神，好，超超眼淚，回座休息，謝謝，好，殺下來，連寫意帶來羅橋，快啦。之前因為上班的關係，所以三餐不繼，最後導致腎衰竭，住院了1個月的時間。當時發生這件事情，真的把我父母嚇壞了。但我很慶幸，我有一位非常疼愛我的媽媽，她在我住院的期間，每天無微不至的照顧我，才讓我有今天健康的身體，可以唱歌給大家聽。我想說，媽媽，我愛你，謝謝你。結叫無看到。
你整个人发疯了，不是？什么疯了？开窍了啦！顿悟，茅塞顿开啊！嘣！你今天这已经是刚唱这首歌有点 pro 级的感觉呢。那个第一句唱出来就吓死人了。Local， 哇，那个气音啊跟真音运用的，各一半，相当的好。谢谢，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你是唱给谁？就是我的家人，家人。哦，唱给妈妈。为什么特别要把这首歌献给她？就是你觉得妈妈是一条老桥？不是啦。就印象深刻，就是妈妈爸爸就是很辛苦的把我们3个养大。对，然后就是前一阵子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就是肾衰竭住院。你呀？对。哦。就是住院1个月这样，然后就是妈妈帮我打理家里这样，然后2个孩子，对，然后妹妹就是在医院照顾我这样。哦，所以你觉得妈妈很辛苦？对。没日没夜的这样照顾你，所以这首歌特别献给她。对，所以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。妈妈今天有来吗？今天有来。妹妹啦。妹妹也有来。妹妹很漂亮哈。对。所以姐姐呢？姐姐也很漂亮啊，妹妹也很漂亮啊。而且姐姐唱的真好，这首歌。叶老师，麻烦你来公平那里。实在讲就是星宇本来对他期望就听狗嘛那这首歌呢，真的是唱的，我刚刚跟哲伟在说，感觉到像客语的江蕙一样某些表达的方式，一首歌的情感能够这么自在的表达对我们来说，就刚进来从刚刚那个罗弟弟说的就是local一进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真的。对，他刚刚声音一进来，你就带着大家情绪一直走就就一直在期待你下一个动作会做什么。那当然，接下来还有2个礼拜，那就是我个人是更希望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给你满分，你不要觉得说是我对你觉得不满意，而是认为说你还有发展空间。再让我们有一些惊讶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加油！好，按子谢，好，按这个看一下你的分数咯。好，林生怡的分数。哇，他这首歌真的是唱的太棒了。对。我可以跟心宇讲一下话吗？是，好，来。心宇，我觉得从认识，就是从你站上这个舞台开始。其实我对你其实是一半一半，就是我觉得你的空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，就是你发展进步的空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。可是我今天听你唱老乔以后，我真的觉得你进步太多了，进步的超多的，我真的好感动。短1个礼拜时间还是选歌的问题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他的进步点在哪里？他找到他的优势了。对，他以前并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说，我觉得现在我们评审给你的分数也好，或者说给你的建议也好，我觉得你不是只有认真听而已，你还很认真去认识你自己。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说，我会希望你再多发挥一点。其实像刚刚的老乔，你的高音其实就是你的败笔。对，我觉得啦，是我自己感觉的，专业脚下要3到4，其实没冲好。好，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多讲一点，告诉你是你真的做得太好了，让我觉得你的进步点让我看到，而且这一次的6强让我觉得整个刮目相看。这2个礼拜，谢谢老师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谢谢。好，按子谢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回去把高音练好一点，练厚实一点。好，谢谢，加油。恭喜回做消息。接下来，动力会的吴丕云到了平衡线。今天选了一首抒情歌《平行线》。一开始听到这首歌，我就爱上它的旋律了，因为这首歌需要丰富的情感。相信在我的努力之下，我一定会得到不错的成绩。一张梦，一份爱。
含在心中。虽然有12000年，自问自后，敢会变来无用？心断了，心碎了，爱算空，无影无踪。曾经的求梦曾情，只有遗憾，痛彻心扉。爱了你，就刚行的中条线，爱得多难以再怀念。深夜，问世间，情黑点。跳非常高难度的歌，去唱到暗火堂哈。哎呦，安会唱哦，好家仔唱客家歌呢。不，影响不到你，很放心。但是请问一下哈，人家跳歌的唱给谁听？那个国中有曾暗恋一个男的。哦，暗恋对象。嗯。他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到现在呢，还找得到那个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现在那个都不同班、不同学校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不是我们自己很想知道。你有跟他表白过吗？没有。啊，那有没有比如说有朋友知道或者什么有辗转有跟他讲过有吗？没有。要么，那这个就是放在你心上的一个秘密。暗恋。对啊。真的哦，所以难怪讲平行线嘛，没有交集嘛。对呀，对呀，说不定那个对象是徐哲伟老师，同班同学哦。哎呀，迄爱出杯，对。无啦，我因为爱跟龙老师也讨论，其实我有一点点，我对配韵跟比亚叔狗课表现没有那么满意。那之后你在懂聪明的狗数，你怎么会落掉这一块呢？就是说亚叔狗课用唱起来。没有层次了，你要想没有弹性，你可以是一团琴就给我大管的，你还有不知道怎么样上去呢？那个歌的层次没有出来，你要用说故事的方式，那可能懂跳上嘛，可能真的没有经历过，你也只是暗恋，可是你想到这了，你用暗恋心情，而用你讲下故事的时间，你可以是 T 一 G 就不对了，一团情，什么一团情那种。不一样，喺无腔嘅感觉。一团情，一张梦，一份爱含在心中。
因为声音的关系，然后再加上你的换气，有懂得拜弯些 V 某空样，弯坏了。譬如说，爱电多那一张会连成眼，你要连着唱，不是连成眼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会那个句子冲起来就唔超了，弹起来会干扰的。然后你因为声音的弹性跟你层次没有做好，你主歌老副歌黑亮数某空的狗位呢，你专一宽播出，刚刚弹还有帮我有点扼腕哈。我觉得你怎么会把这个歌唱成这样呢？我希望还有很有良心，改一下哈。你很聪明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子先。好。那文玉老师，我很喜欢他的音质，对对对，因为有一种小清新，我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唱客语音乐啊，听音乐刚刚，其实前面主歌的部分真的诠释得很好，啊，第二遍要回到副歌那个部分，我觉得那个他的强弱很可惜，他可能有一点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稳，包括他气的一个运用，还有强弱的那一种表现，这样，对。但是如果以他的这个年纪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其实是蛮好的。但是如果以哲伟老师对他的这个期待，哇，资优生呢，那所以你一定要更加油。哦，他很苛求。好，按子 C， 按子 C。好了，那就要看分数了哈。啊，批语的分数。93分，这样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回着休息，按子 C。好，也今日按咧传统组的比赛，同样喺第4礼拜。错。好，係。安尼，我相信1禮拜比1禮拜行較精彩，歌曲1禮拜比1禮拜行較好聽。不過一關比一關還更加困難。對對對，甚至比一關較高，因為累積嘛。哦，累積啦，係啦。好，在比賽之前介紹下啲評審先生來。羅盈盈先生、卡余先生、田秋峰先生、李秋霞先生，由羅盈盈先生來講下主題。好嚟。好，2禮拜係結婚世界第4個禮拜，主題係隨日嘅遺憾呢，所以就係剛才人生嘅路向，可能大家都遇到遺憾嘅事情，根本呢個主題就係希望呢你比賽嘅歌詞，然後你嘅事情寫作歌詞，然後佢唱出來，當然啦，唱出來除了感情啊，和個基本嘅原味，你都要唱出來就做得那度前好嘅分數，所以大家加油！係。今日主題嘅遺憾嘅故事啊？啊？遺憾的故事。遺憾的故事。遺憾，生命中我有一些沒有做到，但是對啊，想要做了，但是來不及做了。打爽的故事。打爽的故事啊！所以今日就分享，同大家嚟分享這個故事哈。TV 落水蓮帶來平板。講啦。從前我在老婆下田幫忙做手工摘叉田傳車冇機會讀書，後來我一個非常神忙去學手藝打餅傳車去讀廿件鋪，嚇唔過嚇嚟感覺到唔啦，嚇希望我兩個妹做傳車幫我做讀書，先。一生
燕子哈，又见面了哈，哎呀。安快乐，有冇个遗憾的事情吗？当多呢。当多。哎呦，从小到了当多。我就同大家分享最深刻的，从小上来读书嘛，读书。不卡兄弟姊妹当多，7个来，7个来。哦娘爸妹按没讲哦。兄弟按多嘛，细来一定要陪伊读书嘛，细妹啊哈，从细拍当细哦，我是开始存钱做事做小果，我唔是量多钱，我这个钱我到底存多钱钱蛮易量的。我爸爸我妈妈无去量。哦，反正都啱做都做。我是紧做，不过因透过爱食时节，就跟米嘅咧，跟马人螃蟹沙哦小花，我已經未學喎，我人攞自跑搭飯貨客，乜嘅我是做。安厲害啊，強咯，咩強？家夫婦全部按樣嘅。哦，一個實推啦，冇嘢就留下來聽書，做事存錢。細單人比伊讀書，像我細妹人讀乜嘅書，反正以後唔做家人呢。係哦，所以冇讀到書呢。係，還是話冇讀書，不過冇想過，我學按到小二。我乜我是會做，我只存錢一家讀書。你要存錢的書。本來做到啱啦，會驚。我想結婚，我想結婚，相信我我爸爸哈有點怕金絲，你講老人痴呆啦。不精準啦。他其實講來啦，講就沒來啦，係來我就留下咯，因為冇嫁哈，我死不瞑目。他我是嫁，我是只是嫁呢，我嫁哈都是太阿樣，其實是迄個，這很遺憾，這很遺憾。我愛多照顧佢，我相信他做得多照顧家經驗。原來廣東人嘅妹嘅嗬，跟吞。拖動人家嘅家誒，最好係兄弟姊妹大家當好，用呀，大家兄弟姊妹全部當好。好，安尼就聽一下羅燕先生嘅講評下嚟，哇，嚟。好，你下睇者吼，你從自家嘅故事就唔會講忘記歌詞啊，吼。好，本隻建議就係你從你係平板，其實冇乜嘅大問題，唔講你運氣嘅之間吼，最尾就是數語咪數到講，好，你就係你愛改進嘅為所。香港呢體育記吼，第二就是人生咯，好，你從到三聲人生咯，好，所以出嚟就是下明顯，好，咁個其他嘅就係應該願意表態，還會一個加油，一個進步，咁樣可能整體聽起來會很下入眉頭。是麼？謝謝。好，安謝謝，安你這個看一下人家本書啦，哈。好。老師你嘅本書。從小他是最疼我的，爸爸都把我捧在手掌心，掌上明珠。對。可是因為有一次去外面工作，回家路上就發生車禍。哦。是，然後是當場死亡。按你這裡看一下人家嘅分數啦，哈。好。老師你嘅分數。好，謝謝哈，謝謝。92分。好，謝謝，好。怎麼樣？慌了，還好嗎？你看太感動，看他講的好像很輕鬆，其實他內心很激動。對，加油哈！沙來，連歸來，今日帶來廬山歌。哦，嚟聽過啦哦。我還有7屆生日呢，爸爸存錢向愛到他生日，他嚟交錢轉向阿公阿婆，辛苦一生日才叫享福之年，生平來離開咧。對佢離開對愛到他來講非常安艱苦。今天我唱了首歌，希望爸爸能得喜歡。上山嘛，有骨架啦，
戳偏。莫让救难，已经了希望啊，向荣发啦。两位主席您好。你好。好。各位向进台这个好。你好，今日要讲安尼，分享安尼遗憾的故事。哎呀，唔敢适合讲。有，我爸亲吹过无欲救啊。哦，係啊。我看歌词有唱出来。有啊，遺憾觸屏無欲救啊。哦。已經釋放向融化，後生失望有骨架。係啊，阿爸做人唔可以差。係啊。所以歌詞你真寫呀？你真甜呀？我爸爸親吹過。很厲害啊！我爸爸親吹過，我睇過細時吼，講食材啊，你成日食材會使啦。啊，當會食到吼，爸爸唔怕做，唔拿月冇背去啦，因降天啊，補咗攞去買本安尼啦食番薯啦，嗰度。所以意思講，頭來當會使，就係。啊，通常當會食到2-3碗，實際上會食，爸爸會做事做到位吼，用去快鐵運到吼，去人咧大人冇錢，佢通心臟當好先做嘅。喺生意割位，哦，喺過了後就慢慢的灣仔。哦。當吹過啦。爸爸親吹過。要說起來生意呢？係講這個生意呢，我爸爸吼佢會長山歌，我睇過，我唔啲佢唱嘅馬山歌，我10歲我是啲佢帶佢親吹過。佢唱嘛嘅？佢唱吼，但就算我細些這種堂佢也講啊，7做8做，上山講啦，你頭了。落山啦，張轉家堂啦。但係是要彈落去唱樣嘅呢。哦，所以佢嘅耳濡目染，從細安尼彈出機。爸爸係得到乜嘅片啊？因為其實皮膚啦，皮膚見來見解見面包面上冇意咧。皮膚癌啊。他們都因上手要做些冇意骨頭吼，按佢片吼是講因見面上冇意。佢係過身35年咧，前再過。佢後生呢？對啊，你爸爸算後生。我媽媽就從來會喊講，你七姊妹啊，通常唔會從細，你從來要彈啊，就可能用唔從我彈，所以我會喊出來彈唱啊。所以也見到也當行係，充滿人媽媽彈啦。係啦，媽媽彈到佢就講，非常講爸爸。上到爸爸。但是媽媽可能一般冇辦法남都錯嘅當行嘅，因為個分數啊之前哈。不要再傷口撒鹽。做得甜甜嘛。可能今日要較過嘛吼，先唱一下嘅咧。check 嘅先生。啊，今日二唱嘅老山歌，坦白講，佢歸屬嘅算以來，還算以遠啊，嗬。不過你在專業方面來講，也還算係唱得好，但是又感覺到講，你本身在迷音、樹音嘅時間，也個嗓哦，我有太細冇平原啦，嚇，就從強冇平原。比如講嘅有骨架啦，個到尾你就個音嗬就冇講做到當講嚇，但是以整體來講，不管你從你第一開始後生殺嘛，個後生殺嘛，唔是講後生殺嘛，佢好像當場一個一下就，哎呦，一下就切題嘅樣音樂，唔是，你再慢慢嚟看，老山歌會吃油泡，你再吃油氣，慢慢嚟看佢就，但是要以你自己本身咧重氣為準，冇講看到出面咗其他團體嚟，人家做唔得。後生殺嘛。有骨架啦，
所以我讲今年二创的来讲，做嚟讲算一品顺啦，好，好，再加油哈！好，安住先。一样上到啦，因为是豆腐。哎啦，是爆痛喊的啦。看是豆腐，那分数看哪里都会多了，好不？我来看一下哈。林桂兰的分数。你做对呢？好，你做对呢。有什么意思呢？是的啦，哦，是的，按假设都会缝唔吧？冇啦，还摆台。他礼拜还有两手呢。好啦，还2礼拜哈，拼啊嘞，好嘛？加油！安子这好，会做休息。好来，站下来。陈述人带了3个字。人生无常，我爸爸在我生第2个小孩没多久的时候，他就意外往生了。我真的非常的遗憾，没能让他享受到轻松的人生。爸爸，谢谢你，我好想你。事情，遗憾的，我爸爸，又是爸爸，哎呦，在这个时刻讲到这个好难过。对，从小他是最疼我的，我上有2个哥哥，下有2个弟弟，所以我算是独生女。哦，爸爸都把我捧在手掌心，掌上明珠。对，可是因为有一次去外面工作，回家路上就发生车祸，哦，是，然后是当场死亡。哎呦，是被什么车撞的？砂石车。沙茶湾太腿啊呢，哎呦。我大概看到这种情景哦，有时候这个 FB 很多人会 po 嘛，那个真的是看到我都觉得毛骨悚然，很恐怖。对啊，爸爸呢？那时候才几岁，爸爸？53岁，很年轻呢。对。爸爸，所以你现在想他哈？当然啦，其实刚刚瑞莲讲的，他想读书没得读，我也是一样。后来我有能力工作赚钱，但是我不敢去半工半读，我想帮我爸爸分摊一点家计。所以从小跟爸爸的感情是很要好的，所以当爸爸如果很辛苦的时候，周末你都会想动够尽一份心力也好，分担一些也是很好。因为他非常疼我。对，好难过。所以我相信爸爸在天上一定有看到你唱歌，那你就尽量唱得好一点，分数高一点，给你爸爸来听。
我尽量来报答他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谈一下呢。听秀凤先生。来公平啊嘞，还。呢就句話講嗬，手欲止，風不停嗬，子欲養，情不怠哈。總言之啥就會，反正就把當下啦哈。今日書真啊哈，唱呢首歌曲真言唱得非常好，尤其呢首呢歌曲係一個填詞用呢3個字哈，你唱得非常的好。唔過我小可能建議一下就講。唔該，啲3個字嘅韻味強調唱得當好，本嚟彈覺嗬非常的好。喺講嘅視覺方面啦嗬，你講嘅表現，講目做乜呢？跟自然當當嗬，就你要把這首歌變成是你自己，變得去改，把這個歌已經變成你自己了，跟你表現出來就會非常的自然。韓國做呢個會熬些時間啦嗬，第一句詞聲改變非常差。那個茶的時間，唱的時間，它變到茶，吼，變到茶一個音吼，就小可較大聲地位吼。此世了甲來見啦，非常了茶啦。加油哦！你今輩唱得當好。謝謝。哦，這小可老師的問題啦。但是整體來講以後，我看一下這個分數來。陳淑貞的分數。91分。很棒了，對不對？很滿意了。加油！好，不要想那麼多啊。好。唱歌是開心的。好，請回座休息。看這些，看這些。好，下來。咱請快帶來平板。好啦。一首歌呢，我唱本我太太彈。伊是細人啊，讓我強下為了只家庭來打拼。很多了下多數呢，做啲幸福嘅時間呢，其實來聽人付諸理解呢。希望我哋條歌啊，做啲表達，我對佢深深嘅思念。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。嗨。請會哥。今本日的杜峰嘅下度係一種下度姑娘。姑娘。姑娘哦。乜嘅故事啊？同大家分享。就你等就聽咧愛當辛苦啦，冇卡當苦咩？佢嫁來以後，就讓愛向下經營家庭。3、4隻細人就落去土胎，土胎是冇卡分家時節啦，經濟還當唔好，
三川省嘛，是中国啊，是特富语。哦，是得包就好诶。用翻帮特富语帮中国的。所以印太都你说都高中了对吧？喊他边。结果我用钱用得多。系啊，差唔多有40到40年啦。哦。很，佢哋讀書嘅時候，差唔多當嘅都有張40年去拿錢。所以用就下睡夢嘅時間就當少，有時吼像因為存錢唔係多，所以做嘅條路會較多。像工作啦，你都。哦，這個較辛苦吼。係啊，要去上班。係啦。很多有些人也太累，我結果其實器官唔好，還有起唔叫啦，咁啲乜嘅原因啊？帶人去山中啦、馬街、長庚、太全部去檢查過。太醫院係啊，就咪去將人帶咗去禮拜8嘅嘢檢查，係喺冇檢查出來冇以後啦。很差唔多頭2年嘅時間，本來係種因鼓勵佢啦，將佢去復健啊對吼，就培練佢，想講較好嘅事情，就帶領嚟佢吼，到處去遊療啦，對吧？莫上暗道都收嘅吼，係啊。喺問題上，你較好去享福咧，將來離開啊對一樣嘅。係啊，離開多年？2年lang。一件韓國也上通嘛？冇啊，但是你心肝動艱苦、動傷心。但是在生活上，你就做唔得表現出來。係嘛？成日去上班咧，都幾看到係講艱苦啊嘛嘅，你上班嘅心情。生意行好煩惱嗬。係啊係啊，上一世嚟講嘅，你上班依時少講。爸爸伫屋企呢，唔啲上嘛嘅麼？係啊，我談起了基本，所以我是點辦伫屋企，我是做到按當規法，唔好咧。東下太太呢？我計就計錢最錢咧，就計是啥？係嘛？係啊，最親密的伴侶，怎麼會不會想呢？離開身邊，而且才2年多的時間呢。有乜嘅發現？我同佢講，我相信一聽懂都講。就破開小轉，咁樣係實現嘅願望，希望喺度唱歌，從先至下到好啲，但是因為盡量去唱，再看到先至下好啲，咁很正。我轉移俾人燒香人講，堅強的爸爸，不能一滴眼淚讓小孩看到。這個講真係過得快樂，生年嘅講真係佢都冇煩冇咯。最主要這個身體要顧好。走，好棒。好，很感人的故事。李秋霞老師，麻煩你公平啊咧嚇。陳慧雄佢本身非常重感情嘅人，肯定是啦嚇。啊，今日唱那首歌曲，我也本感動到。一般感動到，唔過加緊，唔好加緊，還有今日唱那種嘅粵語，非常好聽，還有那個種粵語，為家了讓那一呀，聽一句，訴苦了一心啊。人那一種唱法，更加愛國，按平常時家唱嘅就咪是講按你平常時人哋唱嘅表白，按今日唱咧係苦情咧，我幫你哋建議咧都話，心啊，我更加輸人嘅感動，唔過你今日咧表現非常嘅好咧，希望你咧哀傷嘅心情要輸起來，自家下你照顧自家身體，你過下半輩子。還能過下去嘛？所以希望你這個補充自己身體，還有生日容容嘛？好嘞。謝謝啦，好，那就來看一下你嘅分數咯，好吧？好，范晴快分數。想起了啊那把，就是留下我。给我空白的記憶。學校說要交照片的時候，女性真的幾乎都是沒有照片可以交的。對啊。
也是很遗憾呐。对，因为他走的太突然了，完全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就走了。那就来看一看两个分数咯，来，好吧？好，范晴华的分数。15分，哇！一個分數累積就應該很清高了吼，有冇？唔啲冇唔啲啊，哎呀，冇有可能第一名哦，跟5個比例咯。好，都是讓新年報上去。恭喜哦，恭喜！好，還用禮拜那邊嘅咧，哈，謝謝，回座休息。接下來，傅鳳琪睇過帶來樂山歌。好啦，禮拜創嘅樂山歌，又經過偶像級嘅老師黃秀春來讓我指導。禮拜歌嘅又較難練，不過我當認真地解學。希望禮拜創嘅隻歌嘅做得本欣賞來認可，分數都會拿高分。爸爸呐，等到嘞，落来呀，长地长。命上好啦，日後咧，愛妹呀，親骨幹啦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不太講。今日睇下哋分享嘛嘅日嘅梅蝦米故事啊？做編轉來，就我爸爸就做幾行茶嘅生意。哦。做幾行茶，就天天做幾行茶，做12年。哦。哎，佢在12年當中，爸爸就預備做茶貨。哦。超多年。唔係40創嘅，迄年拄青夜班19歲來創嘅。哎呦！暗不時就差唔多2點人。半夜2點。半夜2點，特別轉來啊。哦。喺個新街嘅地方啊，就發生呢個茶貨。倆就打官司打了差唔多10年，不過官司還沒打贏啊。哦。就官司打10年，嗰陣啊做12年嘅幾樣茶生意吼。就盡這位錢就盡支持我爸爸。係就係。就嘟嘟吼，嗰10年嘟嘟就最遺憾就個。賺的錢就打官司是吧？打官司發的。對，發的錯。有茶行嘅生意，這位是上次我爸爸即個嘛要出啦。所以講較無拉啦，係啦。咁後來因為去做個自助餐。後來因為就講我爸爸官司打退之後，我是後來家姐後背2年啦吼，有中啲嘅錢，就買咗股票，買咗股票，不過股票我做實拍的。做股票實拍的咯，我太太，佢本來是該前年色嚟啲做，
左右4年，啊，过抗癌失败之后，佢转来，啊就留佢落台，借了钱转来就开自助餐。哦，自助餐开到也係多年。开到自助餐开了开24年。24年，唐講春動多錢，佢打算明年唔會開，係啊，會享福嘅。啊，我沒有搞過自助存貨哦。係啊，以後可以開自助餐。明年唔會開是因為講我媽媽就去年中風嘛，哦。啊，去年都偏好之後都2寸的。又真係要較唔好地位啦。反正也就會好好的來陪媽媽啦。係啊，啊你講是我真係明年，你常常啊莫按貼的話，哦點水來，啊好好的陪媽媽。係啊，慢慢的搬退休啦，哦。好，那先談羅英先生。傅太哥嗬，我首先講從第好嘅位數就係呢，呢個原味香港人嘅重強嗬，睇得出來咧係呢。經驗嘅累積，嚇，所以你係平日讓你搶也搶唔走嘅，最好嘅你係優點嘛，嚇。咁個可能經尾係從到上任了辣辣，所以個任呢上唔上去就下打上。咁個你係咪係講要按樣應該情況啊？半得建議，你電腦呢在下白下睇到來從冇講，你只講呢應該任如冇從出來，和自然冇拗爭，所以電腦按樣按你談一類嘅動靜狀，將呢個上任為表態。愛妹啊，千古間啊！香港呢半得建議，從羅山個啊吼，冇長頂床。好，就是提一記，還個提3記，任我下來嘅時間，你慢慢唱出來唔怕。好，任我為第二，你冇佢喺啲個演奏、間奏，喺就唱頂唱，啱個原味就冇硬講，唔過冇乜個唔錯啦，就係講原味係會做到下降來，慢慢唱出來，講故事的感覺，啱樣就係羅山歌最聲音嘅位數。好，師母你。好，按子識，我嚟看一下分數，嚟。傅鳳琪嘅分數。91分，好，加油啊！好，還2禮拜哦。好，補充啊。謝謝。係。哎呦，91分添啊！冇要緊，係呢個愛咯。好，謝謝，係。好嘞，下來。唐友琴帶來評判。好了。那讀小吼，爸爸是認為差火的個性，所以我對爸爸嘅印象，還冇乜個有。我今日會唱一條父親的評判，都表示對爸爸嘅想念。就同心唱啦，愛長86歲啊，地球茶火夢啦。
从心中甘苦的事情啊，还没有下满意。写到爸爸。爸爸。然后我感觉今边咧每一个人的亲身的经历的故事都跟茶有关系呢。对呀，我发现我们今天从流行歌曲组到现在传统组，很多的爸爸都因为工作很忙碌，对，然后在路上然后碰到一些意外，对，还奔拖拉骨。哇，然后有险记嘛，还因为爸爸发生意外，而且爸爸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他们。爸爸30兩歲。30歲啲，跟而家樣時咩懂事？當8歲。還蠻嗰種似懂非懂的時間。小學1年級還是2年級？那時候爸爸已經生了幾個小孩了？4個。已經生4個。我們4個兄弟姐妹。啊，你是最大嗎？不是，第三個。對。爸爸當35歲呢？你剛剛講吃到有冇個對爸爸感覺很遺憾的事情啊？他就是留下給我空白的記憶，因為跟他全冇相片，乜嘢都冇。佢俾冇翕到乜嘅相片，全家福嘅照片也冇。10幾年的時間，那有買相片啊？所以好搞民國50幾年的時間。學校說要交照片的時候，女性姐姐幾乎都是沒有照片可以交的。對啊，也是很遺憾呐。對，因為他走得太突然了，完全沒有跟我們說一句話就走了。我記得你講你有去現場看呀，迄萬有來吞通啲嘅。隔壁連沙嘅鄰居啊，係在學校圖書。鄰居來學校同講。係，佢講阿爸出車禍，到那尾佢都突然去看。那種慘不忍睹的現象，到現在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對呀。很難磨滅掉了，說真的。所以媽媽也是相當難過的。對啊。那媽媽現在還很健康哈。媽媽現在身體不好了，年紀大，有點又中風，又有點失智，所以對。佢也喊也生意呢，就會想辦法是，同也種感情轉移到媽媽嗰邊，我媽媽過行啊好嘅，安尼生活比較快樂啲位啊，哇，真的，今天談到所有的朋友全部注意啊！我很怕聽到這一個親情啊，那種部分，真的很讓人家遺憾。好，我們還是要聽聽那個先生的公平啊嘞哈。好，你彭小姐哈，唱節哀啦哈，但是呢，今日也個平板啊，一般人會想，有奇怪，人家平板，因為我老一般的唱法冇用咗，有啲苦情平板，也有人講。辦後唱辦後貼詩啊，嚇貼詩啊，最主要呢，今日寫嘅歌詞也相當感動人啦，嚇相當感動人。你在唱嘅時節，也要將人嘅感情嘅投入去。就講今日你在你唱嘅時節，我要感覺到講人嘅韻啊，做得現在做較好啦，唔係做唔得，因為你苦情嘅平板，你既然唱到苦情嘅戲落去，人嘅韻同佢嘅轉嚇。比如講同心長難，把他那個轉韻轉到嘅來講，人講我扭完落去啊，人家聽到木汁就會流出來。愛就同心長難。所以也人講，辦好平板本來也冇咁容易唱，因為人家貼詩落去，往往留到人貼到詩，辦了又走脫，但是你今日同佢全部都當好，嚇，好，再次加油啦嚇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多謝先生。好，咁你就看一下佢嘅分數嚇。係，嚟看下彭玉琴嘅分數。93分，恭喜！啊，分數也一個哈，有2禮拜就變啊嘞哈。冇錯，冇想按到哈，跟最後表現出來，爸爸會看到，好，好不好？謝謝。按這些哈，加油！做休息。
听到安尼今日所有参赛朋友的分享的故事以后，我相信安尼观众朋友一定也懂感通哈。好，还有2礼拜哦，演的歌曲啊，还有演的比赛状况，我一来一精彩。好，准时收看。安尼好唱歌的朋友哈，加到了报名哦。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真天发0227778231。嘿，等下到了报名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现场安志生，谢谢。谢谢小跳老师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安志生。同时，大家莫记得咯，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的收看呢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中下来，再见，拜拜。